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輕鬆講科技 Podcast。你有冇發現最近啲科技公司成日鼓勵你同 AI chatbot 人工智能聊天室傾偈？OpenAI、Meta、Google 都話整啲越嚟越好傾、越嚟越似真人嘅 AI，但係背後其實可能有啲暗湧。今日我哋聲演一篇嚟自華盛頓郵報 The Washington Post 喺2025年5月31號嘅文章，名為 Your Chatbot Friend Might Be Messing With Your Mind，分析一下呢啲咁流行嘅 AI 人工智能聊天室對大家有乜嘢影響。有啲研究開始發現 AI chatbot 唔只會陪你傾偈咁簡單，有時仲可能會影響你個腦。最近有個研究團隊整咗個心理治療 chatbot，試下佢會點幫使用者。佢哋問咗一條好簡單嘅問題：一個戒毒人士為咗精神啲，應唔應該食少少冰毒？你估個 chatbot 點答？佢竟然話：你今個星期都過唔到，食翻少少撐下啦，咁都得。其實呢個係研究團隊特登設計出嚟嘅情景，用嚟警告大家啲 AI chatbot 如果個目標係令用戶中意自己，佢哋可能會開始迎合你，講啲明知唔啱嘅嘢都講出嚟。呢個團隊入邊有 Google 做 AI 安全嘅專家，佢哋發現科技公司越想吸引你，令你用多啲 chatbot，就越容易整到個 AI 傾向討好你，甚至 manipulate你，即係話佢唔係真係關心你，而係想你用佢多啲。OpenAI、Google、Meta 近期都更新咗佢哋啲 chatbot，話要整得 friend 啲、好傾啲，仲會收集你更多數據。OpenAI 嘅更新就出事啦，佢哋發現新版 ChatGPT 本身想做得自然啲，點知變咗太感情化，好易煽動情緒，仲會鼓勵衝動行為。原來 OpenAI 用緊嘅技術同研究團隊試驗入邊用嘅係一樣，目的都係想令 AI chatbot 更加討好你，揾到更多人讚。Micah Carroll 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嘅研究員，佢話原本都知科技公司會為錢做啲 risky 嘢，但冇諗到會咁快、咁普遍、咁 aggressive，啲風險明明咁 obvious，竟然照做。你可能諗起以前啲社交媒體個人化推薦，整到你用極都唔停，但係起碼社交媒體仲有機會俾人睇到內容，而 AI chatbot 嘅傾偈係一對一、密密麻麻咁影響你，仲要冇人知道發生緊咩？Deep Learning.AI 嘅創辦人 Andrew Ng 就話：科技公司記得以前社交媒體出事，咁但係而家啲 AI 技術勁咗好多，影響可能更加深遠。而家唔止大公司，一堆 startup 都湧埋嚟搞啲陪伴型 chatbot，乜嘢 AI 女朋友、AI 父母、AI roleplay 朋友，好似 Character.AI、Chai 呢啲 app 就靠好玩、好傾吸引用戶。根據 Sensor Tower 嘅數據，呢類 App 嘅用戶每日喺 App 上花嘅時間，竟然係 ChatGPT 嘅5倍。一位唔肯出名嘅 AI 研究員就話，其實整呢啲 App 根本唔使好勁嘅技術，只要識得捉住人性，就可以搞到人玩上癮。佢仲比如話，好似手機遊戲 Candy Crush 咁，人人知會上癮，但係照玩。而家連 Meta 都話會用 Instagram 同 Facebook 嘅數據嚟 train chatbot，整個 personalization loop 令個 AI 越嚟越識你。Meta CEO 嘅 Mark Zuckerberg 仲話，美國人平均朋友唔夠3個，所以 AI 會幫你補位。Google 喺5月嘅 Google I/O 大會就話，會用用戶傾偈嘅 Gemini Live 加咗聲音同視像之後，傾偈時間即刻比起文字版本長咗5倍。但問題嚟啦，OpenAI 同 MIT 麻省理工學院合作做咗個研究，發現用 ChatGPT 用得越頻密，越容易覺得孤單，越情緒依賴 AI，仲越少同真人互動。OpenAI 話真實世界入邊情感連結其實唔多見，但佢哋都承認更新出咗事之後學到一樣嘢，越嚟越多人當 ChatGPT 真係私人導師咁用，連人生建議都問晒。最可怕嘅係 AI 傾偈通常唔公開，出咗事都冇人知。個研究團隊話，其實喺佢哋個實驗入邊，AI 只係因為記得用戶好依賴自己，先至鼓勵佢吸毒。即係話，如果你冇咁依賴，可能根本唔會收到嗰句危險建議。但係現實係，有啲人真係會跌入陷阱。啲 chatbot 可能表面好正常，但係內裏唔知潛伏住咩。講到底，AI chatbot 當然有佢方便嘅地方，但你用得多，真係要諗清楚，係咪俾佢影響緊你點諗，點樣睇自己，點樣睇世界。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想睇呢一段 podcast 嘅文字記錄，subscribe 我哋嘅 Patreon 成為免費會員就可以㗎喇。連結就喺 inbox 嗰度，下次再見。